女人仗着今晚侍寝的机会，就嘲笑刚流产的富察贵人没人疼爱。你是笑话我见不着皇上？岂敢，只是妹妹不忍见贵人苦苦思念皇上。贵人放心，妹妹见着皇上，一定替贵人向皇上转达贵人的相思之苦。然而苏公公带来的消息却让女人啪啪打脸。他说让女人早点下班休息，因为皇上今晚点了甄嬛的钟。女人听闻此言，顿时傻眼，而富察贵人却瞬间乐开了花。他说苍天有眼，还有甄嬛这个小可爱，我富察铁柱谢谢你们替我出了这口恶气。看到玲珑便秘的样子，着实让人心疼。他好不容易在皇后帮助下得到老板赏识，可结果却被3号技师甄嬛抢了生意。接着富察讥讽地表示，有些人打扮成嫦娥的样子也没用，咱们的皇上可没有猪八戒的眼光，反正你们都是好姐妹，谁伺候都一样。可惜了，皇上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翻了牌子却又懊悔了。只是难为他父亲才被贬官，但还肯想着他。富察的小嘴真是损到他姥姥家，这不是在说甄嬛的父亲被罢官免职，也丝毫不影响甄嬛在皇上心里的地位，同时也表达了玲珑永远比不过好闺蜜。而这句话刚好戳中玲珑内心最痛的神经，因为刚才她在化妆时对宫女曾说过这样的话。如今她父亲被贬，我忽然觉得我跟她的距离拉近了许多，再没那种她高高在上的感觉了。其实玲珑今晚的遭遇都拜皇后所赐，只是她一直认为皇后是她的救世主，才有了自己陪王伴驾的机会。原来是皇后在为甄嬛求情，她劝皇上刚把人家的父亲免职，应该去陪陪此刻心情不佳的婉贵人。皇上要是有心，今天晚上就去看看她吧。不是你跟朕说安常在思念朕吗？朕今夜已经翻了安常在的牌子了。不过安常在与婉贵人一直都交好，这安抚婉贵人的事，看来他也会体谅的。看似皇后圣母之心，实则是包藏祸心。果然，皇上听了皇后的建议，才有刚刚富察贵人嘲笑玲珑的一幕。其实这并不是皇后真实的意图，她只不过是先当个好人，让皇上放下戒备，然后她进入主题，开始夸赞华妃能干，不仅帮助皇上解决了疫情难题，她大哥年羹尧还替皇上建功立业，有如此兄妹，真是国家之福和皇上之幸。皇后明夸暗指的说辞，让皇上听出了言外之意。妹妹统领后宫，大哥又手握重兵，如此一来肯定会发生夺嫡之乱。因此皇后2-3句话就达到了2个目的，不但挑拨了甄嬛和玲珑的姐妹情，还让皇上开始怀疑华妃和年羹尧。次日，黑化的玲珑决定报复甄嬛，于是擅长制造化妆品的她，特意送给对方1盒疤痕修复霜，因为之前甄嬛被黑猫抓伤了脖梗。是极好的，只是太名贵了，我怎么好收呢？我的东西便是姐姐的东西。甄嬛见她这样细心，感动不已，全然不知化妆品里添了很多麝香，倘若一直使用就会发生流产的危险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又让甄嬛胆战心惊。原来纯常在去剪断了线的风筝，却意外看到华妃勾结外臣的证据。所以华妃暗示下人必要时可以直接灭口，但曹贵人这次没有选择跟着华妃作孽，而是第一时间将消息告知了甄嬛。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。显然曹贵人这是给自己留了后路。此言一出，甄嬛立马派人去寻找纯常在，但可惜的是公公将他推倒了池塘里，而甄嬛却等来纯常在不幸溺水的消息。他下午还欢蹦乱跳的放风筝，你怎么能告诉我说他溺毙在荷花池中了？想到曹贵人的提醒，甄嬛恨不能立马告诉皇上真相，但由于没有证据断定是华妃所为，另外年羹尧又在朝廷上党羽众多，想要马上扳倒他们可谓是困难重重。于是甄嬛只能暗自寻找证据，等待时机。3天后皇上出差，甄嬛不知道的是，华妃趁皇上外出时竟要将自己置于死地。本宫就让你知道，这公道是在我严世兰手里。